先，4星期嘅。200米蝶泳男子 ABC 組，第一名周柏軒，時間4分45秒97。男子200米蝶泳 FG 組，第一名梁澤偉，時間2分42秒57。第二名安星博，時間2分47秒09。第三名曾希林，時間3分51秒84。男子200米蝶泳 HI 組，第一名郭子謙，時間3分37秒77。第二名余淑希，時間3分53秒70。賽事召集，項目13 50米自由泳男子 ABC D F G 各組最後召集。項目13 50米自由泳男子ABC